各位嘉賓、各位資本集市嘅管理層、各位業界嘅翹楚，你哋好。本人好高興出席今日嘅資本集市第11屆傑出企業成就頒獎典禮。獲得呢次嘉許，我哋感到非常榮幸，亦衷心多謝資本集市及各界友好對本公司嘅支持同埋信賴。中國一帶一路嘅戰略部署，啟發咗我哋關注流通中嘅資源整合以及優化配置，使我哋積極開拓咗倉儲物流業嘅商機。憑藉本公司對煤炭、鋼鐵及大宗商品貿易及生產多年累積嘅經驗，我哋成功喺內蒙古、河北同埋東莞等地方收購咗大型嘅綜合物流倉儲項目。唔單止涉及能源、原料嘅運輸、倉儲同埋銷售，更將用互聯網同埋物流嘅運營思路，加入相關嘅電子商貿、金融平台、大量數據資訊等服務，力圖打造專業化、一體化嘅現代高效率嘅倉儲物流平台。呢次獲得倉儲物流傑出嘅企業成就獎，係對流動資源發展策略同埋各同事所付出嘅一個肯定。我哋將唔會辜負社會各界對我哋嘅期望，唔會辜負股東對我哋嘅期望。喺激烈嘅市場競爭中，繼續以穩中求勝嘅大原則，積極開拓更多有潛質嘅項目，為股東創造更豐厚嘅回報。多謝各位。